我哋邊一位參選都係本着服務香港、貢獻國家嘅初心。第8屆立法會係完善選舉制度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嘅第2屆立法會。喺度，我特別感謝梁君彥前主席，佢帶領上屆立法會推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亮麗嘅成績。新一屆立法會同樣匯聚一班愛國愛港有能之士，我相信我哋全體議員必定會繼往開來，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助力香港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我同埋全體議員都非常明白，第8屆立法會係冇適應期，市民期望我哋盡快投入工作，處理各項迫切而且備受社會關注嘅問題。我亦都將安排本屆立法會首次會議喺下個星期3，即係1月14號舉行。